民众党的立委吴春成纵使大法案的争议继续炭烧，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指控吴春成的家族企业长期承揽着政府的标案，总金额高达11亿。台北地检署已经主动侦办，吴春成是发声明，讲有信心接受检验。 吴春成直直撞绑架政府，对恶法还青年世代正义。假白亚化口号，民众党立委吴春成纵世代争议继续在烧，时代力量党主席王婉如就接咧出招，爱吴春成亲属的企业全面退出政府的标案，怪推动废止总处罚公民人数。吴春成如果继续滥用他立委的质询、冻结预算的权利来兜售壮世代。 未来到底还有多少这样子换壳上市的壮世代计划被源源的不绝的从各个部会里面长出来？民进党立委党团嘛加入政会，列出吴春成做立委了后，家族的相关企业提政府标案的记录，为政国策帮翻倍所谓资讯到总世代教科文协会，拢总2200万。算算的家族企业长期接政府的标案，总金额有11亿。根据公职人员 的关系人在利益回避法里面规定的是2等亲以内的亲属，他敢不敢承诺未来他的2等亲以内亲属都不参与任何的标案？吴春成不要再打迷糊仗。 不要再觉得可以这样子就安全下庄。吴春成确实就要交代清楚，因为北检已经主动签分他立案侦办，案由是贪污治罪条例多例定罪。吴春成发出3点声明，绝对有信心接受检验，检调介入调查，不过求公平公正，强调做立委进前经营企业30年，所有财产拢照规定纳税申报。总世代商标是4年前的产物，标种专利已经声明放弃。我想相关的部分，我们当然是尊重司法的调查。那但是呢，我觉得像是他不接中央政府的标案，地方政府标案是不是也要放弃等等，这些他都有责任。我们也认为应该要求他具体来做说明。总世代争议到底是安怎，就要等检调查清，找出答案。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